华山基金会甲台湾闪亮之星棒球队联手来举办爱老人名册公益棒球赛。艺人黄定辉今仔日嘛回到故乡云林来宣传这个棒球比赛。 日前，黄定辉将大粒野球等去百外岁阿嬷，和阿嬷将球给牵出去，而且云林县长张立善协助，会顺利回到本垒。替一摆华山基金会2023爱老人民生公益的棒球赛记者会热烈起鼓。 9月2号下午2点，在云林县棒球场，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看棒球做公益。受到疫情影响，停办4年的华山民生公益棒球比赛，会在9月7日在云林岛立棒球场开幕。为老人而打、为爱而打的棒球赛，然后终于在今年开始可以透过不用再有疫情的干扰。 2023爱老人民生公益棒球赛会场就开始在咧卖票，大场卖200，欢迎乡亲朋友做伙来看棒球、做公益。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